陈水英发现梅妃玉玺7个人，密告真公。那么真公呢？为只要弄一弄亲上，该桩事体是真是假，拿新工人当去害他嘞。这两个宫女到南宫受新工人的新妈妈不交为忌，南宫我管个叫我到南宫理应公事，真宫娘娘要问一问情况，所以跟着宫女一路过来。到这南宫陈水英立那个旁边分口去，公关来发东张西望，对神的一路打上来。娘娘了上台，我在见娘娘可得请儿子儿。新公人，向你开水冷宫，辛苦了。语气不对，话中语音，个上辛苦了废啊！啥的啊？我分出多少啊？别慌，别慌！哎呀，娘娘，那娘娘关照个科学南宫奴才应当行这个。好一个戏！是呀。我来问你，冷宫之中可有什么大是非？别，啊，有啥大事体？有个，梅妃玉玺7个呢，不能讲讲，李府危险的。哎呀，娘娘，南宫里向太平无事个。太平无事。是呀。此话当真？真管。沈水英，你来与他大力之对。是。我沈水英输得将领一般，旁边打出来。哎呀，新妈妈，哎呀，南宫里向是你很乖，你管你个呀。哎，那娘娘们是你那比我啊，他一头个家。那他一口气神水也没晓得不了，刚知朋友，今这里来的没好事体。沈水英啊，那要当个当面带着嘛，带点啥名堂家啊？要带点啥名堂？新妈妈能点那一点，梅妃到你房间里向，多两家的讲点啥家？别别。讲的啥梅妃玉玺7个人，不能讲了。捕风捉影，李府还听见，哎，你讲的人家亲嘛？啊，讲的啥？啊呀，我当啥了？梅妃到我房里嘛，讲的海文牙战，不像男老回落来跑到外头，跑出来没啥走么到我里那讲的海文牙战问，啊，海文牙战。那么新妈妈，我再问啥那口？梅妃玉玺7个人，还是海文牙战？这一是一问一战我。那么我非为想不到，各个朋友你都知啊，玉玺7个人，我拉不透。刚刚玉玺你拉下来，你去看没个，看不出来。当时要说啥比方，请个太医一针麻细麻，但阿伟请太医不为的，请得太医消息坠落，对你不利。那么现在非要请太医个呀，都比多了啦，7个人在，有眼睛的一看就是，哪怕瞎子你叫你去摸得出个，跟哪弄法？梅妃啊！我蛮想救呢，蛮想帮呢，但是今朝我救不了这。娘娘，既然那谁晓得这，我只好老实讲这。哎呀，不灵吧？是来日讲，预告自家，那是半夜隆隆听上。新工人，据说怎样一些，在哀家跟前凶实后家。有想讲妹妹姐，我还讲啊，沈水英那旁边，男人杀人，男人是皇帝，这个讲到后头，皇家体面有关。娘娘，那要我讲么可以个？
但不过娘娘能晓得个？怎样？山水营长几步不好个？恁交给跑吃看，我马上收拾。恁不交给跑吃看，娘娘那三个苦浪的不讲个。哦哟，对个，来他讲的有道理。神水营长只缺差了海呀，搿种那个事体不理解的，到外地去当一手，顶怕受到皇帝耳朵过里。该只郎公是我满来里私底下既然的，他是理解的，别让我出对家地发挥。哎呀，可是夫妻不和啊，也心我羡慕的。那么呢，记住想的谁能帮的？哈，沈水燕，你谁崔为比？哀家是一大礼。我沈水燕气哦，夺命来他也去啊！我顶两天不给我听，白养我怕，而且出开了，我发白啥里头也不讲。也反正做了浪的，哎，不过这一想，分爱，我现在把娘娘的闲话，在了浪在，三气未必，死于大理，啥个意思？放我吃郎公温干，只要我能够吃郎公，怕啥？啊，哪怕不人在晓得在，凭我看在，我当天清爽，把那我嘴巴里讲出来，体育高讲。不人谁也听干，搿来应该不是虚的。沈水燕增加搿个辰光，那宫里一个宫女，把到今朝来设书是不得了，万岁君啊是理不过。娘娘记住这个规则嘛，是答应一声太大毛的啊！新公人，须见沈水燕一嘴，余生娃儿为不愧家。沈水燕最在是还讲在，不讲还不过门的呀。娘娘，那永在哦，愧家。哎。买副游戏展个7个哪吒，这个游戏7个哪吒，他的姐夫是谁？亲的，完了，姐夫了喂，姐夫啥人？姐夫那个宝贝男人也啥人了？娘娘，姐夫啥人才晓得？亏家，不哥讲啊，讲出来给他3个苦浪的个，是什么子？哦。这个把鱼里头自家同你讲出来，你也上你口浪的呀！哎，非弄错啊！该打上山户，该打后宫，我是后宫之子。等那后宫我不是杀你，杀人狗是杀你，别怕，与我打你产业，讲。你产业？你顶狠？当然。不晓得皇帝比那位啊，可那这两开把这爱死生了不个呀？娘娘。白用我讲嘛，快讲！你是当今天子，一归跟皇帝，哪得受得这样？讲着王继父是啊继父，哪得记不出这样啊？我大辈男人啊，非说他怎样了？娘娘，你桩事体。才出了半年的血的，怎样？那一时凡是为
来到人工地，他一起眉飞，笑吟吟，当为西沙去做事。你里向来子嘛，才看中菜，家里向3几多，才少该开始加购。男人啊，男人来心实啊家，你里看中家里马上走得起世家，好人是吃王法也是个写出来，我写的百事例外，也尽当男人心女朋友。甚至好日待地，一讲考狗的，免费好事为公。自家考狗的，娘娘理桩事体嘛，写出来一讲天到4讲天个当中。哎呦，都人死了，他把我变来变到这个天上，当然不清爽。因为不早些来禀明家。哎呀，娘娘，那叫不晓得呀。真的呀。非是为当时他已明白，此事不能漏风声，我漏了风声，手要伸手分，狗儿我值得阴谋真心道是真。娘娘，好皇帝该关照个，你讲事体放下个，讲起来要伤个苦劳的，所以没办法嘛。那娘娘到现在，娘娘那总要要命，总要要命个。哦。好啊，皇帝呀，皇帝，你做的这是哪种事体？定取杀人，写出了王法，已经相信他厉害。真见我男人每趟晒出来打鱼上，说起来打鬼还有口之人，看了欧米了，没年数之力吧，已经不理打狗。哼，今真不是个毕业，眼上回过来在公路口口应着，我王法去打我，骗得嘞！什么？两公寓玲珑心，玲珑的那对电线上啪一句夹地我，往为的想2个公寓。一个朝阳宫门口布置一切嘛，另外一个是望镇结清宫而来。大宫门口带里向一张，哎呦，个王房了，最是他毛皮子。你看呀，已经得了皇帝旁边，眼珠过滤过滤了干面的。哎，看里头不过来，看见自家眼睛去洗沾沾。王公公啊，出来的，来娘。你昨天发几阵风这个，要紧跟出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王公公啊，你不晓得，今朝的娘娘特别看我呀。哎呦，那好事啊！西当拉向每个人谁啥事干？哦，高兴啊！娘娘跟我讲讲，跟我们是顶顶说动的在。哎呦，那好啊！他的少家，搿两家妹子都侪不相信。哦，后又当我猜，是我们是不是弄的干？那么他里都讲嘛讲不清爽，那么我他想啥子？哎，请来王公公啦，去带你评。哦，叫我去评，嘿，那么就是说让我当评委，是哇，当评委好，哎，好吧，当评委，我说好就是好，对不好也好，我说不好就不好，好也不好。哎呦，王公公，你说的很多情感，是噶，王公公啊，有谁当你当家后啊？哎，先带你去看，你去评，哪怕我也不是不是动的，你还要讲得你说动的，还有什么？哎，那没问题，就是你知不知道？有写的吧，叫不地方会甩他那个。我的鞋子都是名牌啊！哎呀，是的，写的吧？我为你把头一拿出来，走。人为三喜，鸟为十八。王放一个他给上天要人家的同地，说你良心好，屋里向养娘小奴养得多呀，这个辰光不计划生育的呀。王放屋里向地不够，小奴都不够，养不完。毛在宫里向做他干，
王方爷怕皇帝磨皮，拉上好吃，才是送走去的。屋里向人家买好个，里拉皇宫里向吃苦头，牺牲礼格，应付一大批，你到有点像共产党有钱人。咁眼睛们是定下去，谁懂的？跟子里一头过来，不晓得把的这样公宫门口伏兵布好了，王方一刀，啪啪啪，抽出来六个，侪是宫女。你讲女人谁个？搿种女人的身配吓坏人，搿水皮布伸出来，要十杠地的了。小弟的大太会不见你上来扎，我王放切水把家扎了。王放晓得不灵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说啥了？王家里个房归着呢，姐你来口宝贝是讲，娘娘要口内在我本是正当洗金枪。那么不灵，公寓砰，罗里往里向一挥，那王峰砰噔噔噔，那人冲进去，冲到里向一个。强子，啥体？那个新妈妈去哪里了？哎呀！第一反应，冷宫里向臭棒子。他为的新妈妈告密？不可能，新妈妈她是告密，立法会去哪里了？应当离了了。哎呀，啥人告的密？啊？心里想了做你的，家里向分庭一路过来，已经到娘娘们里去。给告知个面孔，娘娘在上，奴被皇方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可见王方是真宫娘娘的后，怎么也冒出天给的嘞？王方是你给的好事。上来后事谁这个都当心的啊！起错没错，是我错不错？哎，是，奴被该死，实在的该死。既知该死，哎，是。那么你该死在哪里？该死了老大，该死个事体太多啊！已经帮皇帝介绍女朋友，介绍次计划，不是虚的啊！搿点人写拢来，花女市场看门，搿个为啥事体呢？再人昏脱个头，介绍女朋友介绍到皇帝娘身上去噻，搿啥事体？我讲点小事体出来，做幸福事的，豺狼加财。搿么那娘娘晓得个小事体，我拿大事体去修出来，我自家做事，哪弄法呢？得不过来得寻妈妈口口，帮忙。花领子过来，到底啥个事体？事体成功，性命保了，我小奶才跟大点子。新妈妈代理妈妈，小奶个句，拉皮条个辰光我求奶求不行，现在他就凭娘奶去死。不过再一想，说在，我大理才是奴才，皇帝好是皇后吃醋，搿个两个人才不是好好。据相当难为你300年呀！啥里头点点，应手是冷宫里的事体，臭八菜，当心点！哎呦，我写出了宽不爱你，哎，这40几个，你哪弄法？今朝要我性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聪明，啥个办法？抓牢一个中心，2个基本点。一个上中心，把了性命，2个基本点，一点要让你开心，第2点我要开脱财命。那真宫娘娘恨天恨地，皇帝呢碰不得个，对，哎，娘娘息怒，奴婢愿说，快讲！哎，是，事情发生在半年以前。有一天，万岁爷在宫里闷闷不乐，长吁短叹。我就问了，我说万岁爷，您何事闷闷不乐呢？万岁爷说，
凤娘娘死了，所以闷闷不乐。那么奴婢就说了，我说万岁爷，凤娘娘她是没有福分消受您的雨露之恩，所以死在半途之上。您何必为了一个民间女子伤心落泪呢？皇宫里面美人有的是，不说别人，就说您娘娘千岁。怎样？您娘娘千岁，脸生的好，文才又好，大贤大德，真是好的不得了，了不得，呱呱叫。哎呦，这写出来但是10后万语，可惜我男人不识后啊。哎，咱面孔他三十五六之地子啊，后来怎样？瞧，搿句啥物事，却把我拍拉屁股了。哎，那个呀，咱面孔活络的，咱面孔活络，我苦老女不活络；那面孔不活络，我苦老女活里活络干。哎，后来，奴婢就陪万岁爷御园散步了。啊？哎，哪里知道？无意之中穿过了假山洞。到了冷宫，奴婢就说了，我说万岁爷，冷宫乃是王家禁地，您一国之君，您去不得。是啊。万岁说，看看何妨？哎，奴婢没办法，就陪万岁爷进去了。到了里边，万岁说要看美人，奴婢就说了，我说万岁爷，冷宫里面没有美人，都是有罪之人。娘娘英明，把他们打入冷宫。您要看美人，去看咱们娘娘千岁。哎呦，可写出来的对我是的忠心的呢！万岁他怎样一讲？万岁说看看何妨？哎，没办法，奴婢只能就陪着万岁爷去看了。看了以后，万岁爷说什么？好啊，妙啊！奴婢就说了，我说万岁爷，没一个好，没一个妙。要说好，娘娘好；要说妙，娘娘妙。哎呦，这写出来的对我是厉害的呢！回来怎样？后来就回庆宫了。哎呦，娘娘，可是到了晚上就闯了大祸喽！这有什么大事了？到了晚上，万岁爷给我一道圣旨，要我到冷宫里边带美人。当时奴才我就哭了。你我也得哭。我说万岁爷呀，冷宫里面都是有罪之人呐，娘娘英明，把他们打入冷宫。您要叫我去带美人，奴婢受娘娘恩宠，娘娘待奴婢恩重如山呐。奴婢到冷宫里面带美人，奴婢对不起娘娘千岁，我千刀万剐，我还死有余辜哦。这个写出来我对我说的忠心耿耿问。既是如此，那万岁他怎样一讲？哪里知道万岁爷他把脸一板，说皇房不带美人，满门抄斩。哎呦，当时奴婢我贪生怕死，我只能到冷宫里面带美人。娘娘千岁，奴婢对不起娘娘，奴婢可是娘娘，奴婢可是娘娘饶命啊！这个写出来是的忠心的，我错过里头啊！该上尸体刮来刮去，杀人定去。皇帝呀皇帝，你是要忘记的，做出自家中那个事情，那见我，那陪你，哟，知道你了。谁好？
再说退话，我真公是一退再退呀！你出京玉龙西凤寻常的李凤记900多年，我呢为子夫妻面上厚气，我还勉强答应着。那今这桩事体，那李凤记两样子。梅妃虽然不是你的亲的娘，但是到底你要的妃子你娘的身份呀，你还在心里干？这桩事体万一出办，你皇帝也不能把人处血，我真公还不把面孔做人家。今这桩事体，我不能让，不能退，我手链子一定要拉，头上跟一定一样。啥体？梅妃遇死了嘿！改一改养来的男宝宝子，皇帝肯定宠爱有加。可现在皇帝背不来我出头，我真公又是真公，那么将来呢？一代废水身大狗，太子是晋王为守龙鼎。给他后满是起来着，一对李的儿子做他子将来继任王位，可是梅妃做子他比儿子总会帮娘管，但这个辰光为于我的孩你叫够的啦，所以今在半夜心上硬一硬，那气到皇帝操！皇帝呢，这里无知刺死梅妃。哎呀，这一想不来，不能弄啊！
但皇帝走出自家的儿子的夫妻男人的脾气我不晓得。去大理菜，你去猜猜看，谁讲我猜看看？为子李凤这个事体，你北野的进宫中贵妃，我不答应。去大理一猜呢，说讲话是话，北野努力接近皇宫封为贵妃。跟我今在再去猜，美妃与西在，非皇帝为子泄露老婆秘密。哎呀，可是男人必心，样样走得出关，我不得不跑。那么呢，再一想，鱼子当不是他凭我来我他，一种朦胧他取这一种也来可以一劳永逸，干么呢哈？自家出面反一这样来不了皇帝晓得，反而不好，也欣赏我的。自家不出面，怕啥人气呢？嘿，一口没语了。举了浪杀狮子自家一代，新宫人王芳。新宫人王芳，娘娘千岁。想此事废岁终于不是。侄儿你们终于这知人大仇，人罪给上。哎呦，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说叶山民大义容易。尔等两人也将功赎罪。娘娘放心，我们愿意将功赎罪。好，你们起天亮几夜，今日之日才废隋更地虚的地气，收入西律风声，莫怪哀家负心。请上改，不为西律风声，做戏呀！跟着是替手带外地去，皇帝礼上phủ光，皇家体面于官。这是我当中抽出来的，我讲出来，皇帝体面于官，替这样杀人，我不会做戏的。娘娘放心，这桩事情奴婢一定守口如瓶，绝不外传。为于请教了。像美妃这个妇人，身在人宫，不思悔改，今日归隐废岁，被为万家名声，一日虽为谜题。尔等两人说说将美妃这个妇人赐死，必是将功赎罪，妃子们一起动罪。王芳妖术聪明，吓得来开也开不出。啥么子啊？杀美妃啊！美妃有啥个才？不杀美妃，不杀美妃，你也是。王芳一个人眼瞪瞪，当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历史家分过上。那么人啊，大地旁边的新妈妈厉害了，你不要看老他，马不精神。50开外年纪，皇宫里向等至几十年了。皇宫里向尔虞我诈，卑鄙龌龊，你心里想清清爽爽。今朝真宫娘娘为啥要这样做？回来回去，为子保全自家真宫在位置，你要保全真宫的位置，不惜杀人。我也能杀。我倘是答应呢，杀美妃，我叫啥？叫受水为娘。不杀今朝一过不了门。不杀我到王芳两个像性命活下来啊，许相那看娘娘凶相毕露，搿么哪弄法？杀美妃不能杀个，
救美妃拿救法，侬有啥个能力，有啥个本事来救？那么不救啊，不救是不来的，不救老天总要靠上我个，马心里那个出了不是好么子。那么拿救法呢，今朝来不及，要何一位再救？